距离女儿失联已经140多个小时，这期间大火熄灭，有人被救出，也有遗骸被发现。一天又一天，广场哀悼的人群一波波来了又散，一束又一束送来的花已叠成了小山。郭女士多次来到现场，但依舊沒有任何女兒的消息。她告訴自己，或許真的要接受親人已不在世的現實。我哋發生事當日4點鐘 call 佢已經冇回應㗎啦。咁我打個電話俾佢，佢知唔到啊？個電話都冇接過，到今時今日都冇接過啊！係已經冇咗㗎啦，住咁高層，你睇下電視，有啲水都到唔到佢嗰陣啦。像他女兒這樣的失聯人士，目前仍有30多位，家屬在等待最後的消息。香港警方也持續搜索，就係希望盡量可以揾得翻啲遺體，又或者係能夠辨識到佢哋嘅物品，令到佢哋有翻一個名字，能夠俾屋企人同佢哋做一個最後嘅道別。